回到中心冥想，而家合埋眼，保持深呼吸，搵一個舒服嘅位置，準備接落嚟嘅冥想工作。吸氣，呼氣，發出意圖，喺內心表示自己一切嘅意識回到而家嘅自己。放低過去發生嘅事情，今日工作嘅內容，對於未來嘅擔憂，一切放下，所有嘅想法意識回到呢一秒嘅自己。雙腳着地，深深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放喺肚臍嘅位置，感受你嘅肚臍腹部隨住你嘅呼吸脹大、收起，吸氣、呼氣。而家想象你呼吸嘅時候，有溫暖嘅陽光照耀喺你頭頂上面。當你感到溫暖嘅時候，你就知道你係同 Spirit 宇宙同在，將頭殼頂感受到 Spirit 俾你嘅溫暖，通過頭殼頂嘅頂輪，一直帶到你嘅額頭、鼻、喉嚨、心口、肚臍。當你再次深呼吸，呢一股溫暖，呢一股光，再繼續落去你嘅臀部、膝頭哥，最後去到你嘅腳趾。再次吸氣，感覺呢一股暖流同埋光已經穿過你嘅地板，穿過呢個地球嘅表面，去到地球嘅核心。你感覺你與呢啲光同地球嘅核心係緊密連接，好似大樹生出樹根，穩穩扎根喺地球嘅核心。你覺得自己係屹立不倒，好似大樹咁堅強、安全、穩固。保持呢一種感覺，跟住喺心裏面默念以下內容：我係靈性存在體，我同 Spirit 宇宙係一體嘅。Spirit 係透過我嚟到展現。我有一個肉身，但我唔係我嘅身體。我係靈性嘅永恆存在體，我係同 Spirit 靈係一體嘅。完成呢一個默念，再次深呼吸，感受而家充滿力量同神聖連結嘅狀態，感受呢一刻平靜嘅狀態。當你熟悉之後，你會快速進入呢一個平靜同埋神聖連結嘅狀態。